哎，那你那个可以留下来。要吗？可以啊。你们要看他年轻的时候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哇！哎呦，你看得到他年轻的时候。那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是这么可爱的身材。这时候是要跑那个真爱的，没有看过真实的，只能在照片上追忆。等一下就练回来吧，就好了。等一下是明天还是大后天还是？梦里吗？关斗。哎，那个是我的西班牙文老师。讲这个好，讲这个好吗？为什么不好？哦，好。这是师生恋啊。可以。你有跟我求婚吗？哎，还没。我慢慢想，要想一个很厉害的办法，所以还没想出来。我希望在这个房子贷款付完以前，你会想到。哦，一定啊。哦，我们会付得完吗？不知道，不好说。你这苹果应该不要吃，你还敢吃吗？你要用你最爱的 espresso 的杯子吗？好哎。你知道在哪里吗？嘿嘿嘿，没办法，好像人家一定要买房子。这就是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未来30年。谁会逼你一定要买车子、买房子，对啊然后死掉了还没付完，所以这个房子根本从来都不是你的，因为你死了的时候还没付完，所以从来没有拥有一个房子。那你现在做的开心吗？还不知道。那你吵屁呀！北吧。你很北吧Hola a todos, me llamo Enrique, soy español y vivo en Taiwán hace casi 20 años. Bienvenidos a mi documental. Estoy en Taiwán dando clases de español, haciendo películas y un montón de cosas que me gustan, además de estar casado con una maravillosa mujer y guapísima que se llama Trista. Un saludo.很久没有来这里。往那边走就是永康街，然后那边是四大的那个夜市，但好像都变很多，所以等一下走一走看看，可能都不太一样。很久以前来到台湾，然后来这边学中文。在四大的国语中心。我认识台湾，因为以前练武术，那我是世界的比赛，那有很多不同国家的队，那有台湾的武术队，所以就交朋友，然后来这边玩，那就认识台湾。所以那时候第一次来，我想说我想学中文啊，那就来这边看一下哪里可以学中文。那后来就回西班牙，那过完1年我就来四大念书。这个没变，然后上课好像是楼上。我应该是12岁、13岁，好像我是看完李小龙的电影以后，就开始对武术还蛮有兴趣。然后就开始看很多武术的电影，然后就开始在那边练功，所以应该是最大的影响那时候是李小龙。哎，人小太极哦。然后就看成龙、看洪金宝、元彪，就看很多武术的电影。那我本来的那时候的梦想是，之后就跟他们一起拍电影，所以我就来台湾，然后每天练，然后有什么机会我就试着参加。好像那时候我还有上一个什么，是华式的训练班，就是训练那些明星啊什么的。对，我当然很喜欢李小龙，那个导演很无聊，不相信。
就一开始是在西班牙的台湾办事处，每一年有2个奖学金，那刚好那一年是我那一个，总共在这边3年，但奖学金好像只有第1年，所以开始就是打一点工，做一点工作。是的，也是应该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来这边就午餐吃韩国烤肉饭，可能有白饭啊，很多菜，好像100块左右。现在我不知道。哎，好像真的没有了。哎，请问一下，是不是有一个韩国餐厅在这边？韩国餐厅没有了，没有了，对，被收掉。对，好久了，已经很久不在了。对，差不多8年有了。8年了。韩国大姐啊？老了。没有，我在这边都开了30年，你怎么可以说老？哎，谢谢。他奖学金很简单，是他每一个月那个时候给你15000块，然后各些什么都没有，只有学费，所以书啊、教材、外面住哪里啊。吃的东西都你要自己来。到那个时候，我没什么钱，所以有点好玩。每个月底都后面几天就几乎不能吃东西，所以晚上就吃了一个花卷。我带你们来这里是怀念一下我很穷的时候。月底只能晚上吃一个花卷，那都在这边吃。对，好像一模一样的，都没变。好像那时候花卷是其中一个最便宜的东西，所以不是很爱，是不得不。对，因为对没有，可能10块有可能吗？左右吧，不记得，好像差不多。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日本人，他每天上给他买咖啡，是一罐的那种。Mr. Brown 就是25块的那种，然后每天我看到说，天哪，这个人好有钱哦，每天可以买25块的咖啡。对，那时候我没办法，只能喝水。就是我刚刚讲的，好像1年学语言就不够了。好像说很可惜，学1年就走了也不对，那就要学多一点，那就很快就2-3年，2-3年之后这边生活很好，那时候就继续做久一点，那继续做久一点就变成10几年，然后现在我一半的生活在西班牙，一半在台湾，所以哪一个是我家，就2个都是我家，因为那么久。它是谁给你的？因为我想要换小一点，瓶子它就可以塞进去里面。要不要那个上次朋友给我的那个盖？你说另外一个豆啊？对啊。哦，哎呀，可是你已经弄好了。因为现在刚搬来啊，然后很多还在习惯。哦。哎呦，好烫，这不错哎。我们看起来好像新婚哦，所以。没有，我们结婚有吗？可能是没小孩的关系。哎呀，这样要得罪有小孩的人。这样他们要减掉的东西太多了。因为他上班的时间就是我们这种人下班或是学生下课的时间，所以我们很多时间是反过来。比如说他都是周末在上班，或者是平常的晚上在上班。他很多时间是那样，然后一开始交往的时候，我觉得哈怎么时间都对不上，然后交往久了之后就觉得哦也不错，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尽量找一些一起可以做事情的事情跟时间，
因为他帮我做很多作品，所以对，拍照、摄影、拍电影，对，他都会帮我，会陪我，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做的。真的要说一起做最长，可能真的是拍照吧。真正的缘分是后来我上了2-3年的补习班之后，那我来试试看能不能用西班牙文生活好了，所以我就离职，然后就去西班牙3个月，然后那时候他刚好就回西班牙，然后我就去马德里找他，对，就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就觉得好像很可爱这样子。我好像是2012年开始学西班牙文，然后2017结婚，所以5年。当然，我觉得结婚也蛮好的，就是很多事情真的是你会觉得这个人是可以跟你一起分享的。没有，其实有人问他有没有以前想过会不会跟外国人结婚，他说其实我都没想过会跟外国人结婚。就是我们婚礼讲的话，就是很多朋友我们在那边，然后我讲话的时候我说。但是没有想过跟外国人会结婚，我是没有想过会结婚，真的差别就在这里，这就是爱吧。哇，想不到这样你也可以转成这就是爱。等一下，Fernando会出现。Fernando都没回答，他好烦。对啊，都没回答。走这边好了。好。那我就买虾跟蛤蜊。啊，要我弄一个沙拉吗？好，要。先这样吧，那就用一个沙拉，一个意大利面。戴口罩。可以买香蕉。所以你可以在这边买。这个现在怎么卖啊？那1斤100而已。啊，所以这样子3颗，你需要3颗吗3个好。3颗大概多少？你帮我看一下。好，谢谢。我帮你包装起来。今天会弄沙拉，沙拉就是他弄，然后其他的饭是我煮。他比较常逛超市。但我会去另外一个，我会去公馆，比较多，看近。我去运动，学员市场。比较便宜。芦笋今天怎么卖？芦笋你要哪一种？你要粗的还细的？哦，细的。细的吗？细的话，这个好吃，台湾的，这把80块。80块哦，好。那帮你削一削。好啊，那你帮我削，谢谢。其实，在菜市场我还是不太敢杀价。葱姜、辣椒，我不要9成，我只要9成塔。OK， 好。对，谢谢。像回我娘家那边，他现在都没有在售。阿姨，我不用那么多。然后不好意思，可以给我们一点葱吗？收的啦。好，谢谢。哎呦，就講用你漢言哦。漢言啊。哦。你黑嗎？捱唔黑？你沒有。捱糖也是。煮之前先泡水。哦，好，要泡多久？你要不要？为什么？利用它去吸水分，因为我这都没泡水。好。要不要姜？姜真的不用，我不会用。OK， 好，那就这样咯。好。但我还蛮常来这一摊。对。接下来我有20教你。你了，我就教你讲。听不懂。你来我就教你讲。哦，那你先教我听不懂怎么讲。汤馍啊。汤馍。哎。汤馍。汤馍。汤馍。身上流着客家的血哦，有啊，所以我很刻苦耐劳。而且很小气。对，而且很小气。我觉得真的接触客家的文化的机会不多，是蛮可惜的。怎么小时候阿嬷都在讲，然后没有多学一点或什么的。我要买这边的。下次给那个花枝。花枝的。我们马德里当然也是有传统市场，可是也很多小店，可能是买水果店、鱼店、肉店，对，都分开的。但现在时代变，所以越来越少，都是大的公司、大卖场、大的。我1斤160啊，看你要。那160多少
我看一下，因为晚上有朋友要来家里吃饭，对啊，然后其实我到新家还没煮过饭，所以这个应该是最简单，就是要煮意大利面。很漂亮，很漂亮。我们算很喜欢朋友来家里。喜欢了，看是什么朋友？谢谢哦，拜拜。谢谢。挑朋友哦，挑朋友。谢谢。谢谢。今天煮可以啊。那就走了吧。好。你应该没有要买其他的。没有。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诈骗的那个时候的，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自我保护的观念跟。就一个纪录片拍很久的，是2013开始，就是有拍有不拍，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有募款，但是没有成功，所以因为要花很多时间，对。然后就是我一个朋友，他是练武术，然后他就一个人研究东西，一个人生活，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对。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电影，我那时候有父母有一些8mm 的一个摄影机，那我有很多朋友，然后说，那我们要拍一部电影。就去那边演一大堆，然后我们没有彩排，因为我们没有底片，给我们假装彩排很开心。那是我第一次记得跟电影有关系的，然后我就开始写小故事啊，那时候是中设计的那种，就是有刀啊有。我其实一开始我没有水，我拍很多电影之后才想到，我不知道人家真的怎么拍，所以我去台艺大念书，念一个研究所。关于影像的，其实这几岁也可以啊，对啊，都可以，都好啊。没有收入啊，只有花钱而已。其实没有为什么，我需要创作，没有一个理由。我不创作好像我会死掉，对啊，就喜欢写东西。拍影片、拍照。打发了。一开始当然是很多动作片，因为喜欢武术。后来就慢慢发展的很多喜剧啊、悲剧啊，恐怖片也有拍。虽然我一开始我不喜欢恐怖片，因为90%都就是蛮烂的。但是我想说，好像拍一个恐怖片好玩。那为了拍那个，我就开始看很多恐怖片，然后养了一只猫，因为电影里面需要猫，所以这一位是为了电影里面养的。对，妈妈。不要抓手。我太太就很支持我创作啊，拍电影，对吧？90%还是会抱怨，因为对啊，就刚刚讲到好像。不但没什么出，而且在花钱。但是他了解我，对，不然就不会是我的伴侣，对。但是我觉得他至少不会像很创作的人好了，他们可能会穷途潦倒都没有关系，只要创作就好。可是他至少是在一般生活是我们可以安排的很好的情况下，那他要花他的钱去经营他的兴趣，那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就没有觉得有那么大的影响。他的选项里面根本就没有你嘛，这还不够清楚吗？你觉得他会想我吗？因为他的电影就是他觉得，人可以有自己的，每一个观众能够有自己的诠释，所以其实他不喜欢在电影里面很明白的告诉你这个电影的故事是什么，因为他觉得每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诠释跟自己的后面的创作，然后只是他表现的方式，有一点有趣。对，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啊，可能是他的
天性吧，就是他与生俱来需要做这件事。然后至于说我觉得可能我欣赏跟支持他的角度，一定可能是多过于说哇，我本来就超喜欢他的这一些作品。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样子。其实蛮感动的地方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投入，对他在过程里面的投入，其实是反映了他这个人的人格跟个性。我觉得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对，导演可以吗？可以，走不进来。接受。啊？什么？你在接受我讲的话吗？目的是什么？击倒别人吗？那你今天不用学武术，你也可以击倒别人。但是，自我保护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我喜欢有2个不同的工作，因为我可以教书，我也喜欢教书。那这些我也可以创作。就是教西文很多年吧，对，很多年。一开始是我需要工作，所以我去找学校可以教西班牙文，然后就慢慢很多人就变朋友，然后可能后来就会跟我上课。我不会去找课，可是就是人家会找我，可能就朋友介绍朋友，然后我朋友需要学西班牙，而且他们要考试或者什么的，就对。那我是本身蛮喜欢教西班牙文。跟我学，我们有点像会变成朋友，就大家了解彼此的生活，然后，对啊，就今天谁很烦，然后什么的，然后我们都尽量用西班牙文去讲，然后，对啊，分享一下。就是真的。因为我在高中，对啊，大学都有教课，所以都有。可是外面我自己的就上班就比较多。今天我们在讲那个健康的生活，刚好很适合这边。健康的生活。Capitán del barco。因为上个礼拜有2个人没有来，所以。其实理论上我们在学西班牙文，但是比较像团体的治疗，就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会一起讨论，然后。线上动身体，广东都我一种好像技术的那种，就是台南的东西。对 C gas， 咩都會識過地啦亞視。留意學西班牙文好冇壓力啦，是唔會講種譬如線上會關於就因為考試啊，還有乜嘢又是大家禮拜上課是好冇壓力。因為我跳舞的關係。因為我以前有去拉丁美洲，東打慫是講冇好好學解西班牙文，所以轉來台灣是研習呢個留意學西班牙文。No tengo ganas, no quiero, sí, no quiero comer. Haz deporte, ve a nadar, trata试试看，intenta。他的教学就是像他刚刚讲的很幽默，而且他会让每一个人都发言，对，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去勇敢去说，因为像很多台湾的教育就是考试，然后就是考试啊、读写，可是很少会有机会说。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多讲话，对啊，讲座没有关系啊，没有做不会学到东西，对啊，有做然后做你讲座的学习蛮好的。我以前学中文也是这样，讲座没关系啊。但是这个比较暂时大概一点。
Alfons. ¿Qué pasa? ¿Tomar un cafecito o qué? Bueno, esto está aquí muy seco, ¿eh? Te vas a retirar el café. ¿Quieres un café? Café, venga. ¿Dónde le preparamos? Denis, ¿Qué te cuentas? que estamos intentando vender cámaras. A tope, ¿no? Como siempre. No me entran en casa.对，我们都是西班牙人，就是我老朋友，也来台湾快20年。对，大家Ramses。哎，hello，我是 Ramses，也是从西班牙来的，也是来台湾大概快15年了，对。然后他们都是乐手，会弹吉他、唱歌，对。然后他也会弹那个 keyboard。但是另外一个也是老朋友，他叫 Luis。哦，好了，soy Luis。所以他们都会讲中文吗？会了，他对一点点，比较少一点点，我听一点点，我说很少。但是他胡子比较长，所以没关系。多多少少都会来，就是对啊，来聊天来什么的，或者谁有什么问题就来，我们来这边大家聊一聊、治疗啊，就像朋友吧。那如果是晚上，我就带朋友来吃饭。如果常常学生问，有没有什么西班牙好吃的菜，我们都就来这里。我主要是想要看他们才会来，对啊，聊天。对啊，主要是聊天，多聊，对啊，韩国语啊，天气啊，对，对，女生啊，就是梦想。因为我们都是喜欢那个 collector， 对不对？我喜欢吉他。我喜欢乐色。把，就是他也很喜欢修理东西。他住在马路，电话，嘿，我看到一个乐色 ，OK， 开车啊 ，OK， 不理解，很修理。他现在有一个工作室可以修东西，因为木头也在玩，皮的东西也在玩。他们都在楼下会表演，对，以前因为他们都有乐团，对，自己表演，然后周末会请别人来这边，在楼下表演。我们的梦想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喜欢有一个兴趣，那后来变成也没有很多时间做这个东西，还有工作，还有小孩，还有我们一般的生活，对不对？因为你在做你喜欢做的东西，当然你要找到一个 balance。Cuando vas en carretera te tomas un trago bien。丹麦的时候几乎都不然，轮子没有轮子，那个坏掉，那个也坏掉，他就慢慢全部都修，他也没有刹车。The original brakes was changed for。但ya les dije que hacía cosas de cuero y de. Sí, pero bueno, este está un poco hecho mierda。这个都是自己做的，那个包括很老，还有那个椅子也是啊，他已经老了，这是不会做。大家公里有那个工作室可以修东西。呼隆那边，最近在那边准备一个店面，就是修理东西，小咖啡店这样。Pica, ven aquí. Ven aquí. Chica, se pica. 他是小孩。¿Qué pasa, Vicky? Era Vicky. 你看我们3个人都在爱干。Solo he visto una vez un partido。我觉得是反过来的，是因为我们的个性不一样，我们跑去别的地方。不然一般西班牙人不会出国。现在会，因为西班牙没有工作，比较没有钱，要找机会。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西班牙要离开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最好，他们会这样觉得，所以。可是我没有说还是在台湾是最好的，我不知道。所以回家见面2、3天，哎呦，好特别，好奇怪。住那边3天就不想离开，就一样了，对吧？Venís un día, ahora que ya estamos instalados. Un día, si queréis, sin mujeres, por la tarde, que no estoy solo. Ahí ya nos vemos ahí. Oye, ¿cómo vas con tu...? Hace 2 semanas que no hago nada. Bueno, la mudanza no te creas, que... 好的，紧张。哎呦，我现在要来做一个
甜点。其实我还蛮喜欢做这些甜点啊，什么煮饭的，因为我觉得煮饭是一个很疗愈的时刻。啊，我的蛋回来了。哦，谢谢。然后这个巧克力蛋糕啊的那个食谱，其实也是为了 Enrique 就是我去找的，因为他是一个吃完饭后一定要吃甜点的人，所以如果要吃，那自己做的比较健康一点。好像没熟哎，对不对？嗯。就好像有吃完饭以后有一点 happy ending 的感觉，有一点点巧克力啊什么的。会啦，他其实也会啦，而且他的动作其实是比较快的。啊，南洋狗来了。哎，拿吧。就还来不及拿去丢，哎，门只能开到这样子哦。今天有朋友一起，今天有朋友要来吃饭，庆祝我们搬家。那我把它录一下。你们在做Fernando 做猪肉炒饭。但不是猪肉。然后贝根沙拉。配什么？培根沙拉。猪肉炒饭跟培根沙拉。赞。还有意大利肉丝面。哎，到了，可以煮，可以煮。欢迎欢迎。好了。Se llama Chloe. 可以，sí. Está aprendiendo español, pero Un poquito. un año. Mucho gusto. ¿Qué tal? ¿Qué tal? ¿Todo bien? Todo bien, todo bien. Ah, gracias. Gracias. ¿Qué habláis? ¿Habláis chino o francés? Hablamos francés. ¿Francés? Más francés que chino. ¿Sí? Sí, sí. ¿No? Ah, yo español. Bien. Español no. 这个是 Fernando， 老朋友，他也住隔壁，走路1分钟。然后这个是 Victor， 但我也是他学生。哎也是真的。对啊，是啊，对，是这样认识的。然后他是瑞士的台湾人，对啊，瑞士生长。所以他会讲，也是会讲西班牙文、中文都会讲。哦，Victor 的中文很好。真的，不好意思，我的中文很烂。我不会说国语。不会说中文。我不会说中文。烦在国语日报学习。要发给大家吗？还是要贴起来吗？还是把你们？你帮每个人放好了，因为有点。你煮饭不知道？还是你们？看我们煮什么 ？Depende 啊。对啊，看煮我妹妹先吧 ，Chloe 对吗 ？Chloe 先。看煮什么啊？其实有朋友呢也蛮像会这样子吧。我们平常也会煮海鲜饭的。好像一般来说，我觉得西班牙人好像煮饭比较多，因为其实在台湾外面吃很方便，又不会很贵，所以没有人想然后工作10个小时回来还要煮饭。但是我们就比较喜欢在家里，因为觉得不管要喝酒啊，或者是聊天什么，都会比较自在，比较轻松一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台湾人吃饭就是吃饭，可是西班牙人吃饭是为了聊天，然后吃饭会吃很久，因为重点是聊天。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哦，我们西班牙好像太软不太好，要硬一点。我是送面，就是要al dente。太软了，对不对？面有一点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面太软了。对我们欧洲人来讲是有点。面真的太软了。可是有入味啊。你刚刚有丢墙壁。哎，对。可是我才弄10分钟哎，比他要。就是吃的东西啊，他反正就是他生活习惯啊，把面给大家进入那个台湾社会。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会问他。那我就反正对国内的跟台北市的熟悉度比他差很多。他已经在这边已经20年了。快了，对啊。所以实际上他是香蕉的相反，他是白皮肤，可是内色黄色的。所以是
白煮蛋。白煮蛋，它是白煮蛋，没错。白煮蛋。那我们是香蕉，就是黄色的，实际上比较欧式的，这种都是想要请教他。对啊。他看得出来。怕你吃不饱了。沙拉好好吃哦。沙拉是那很烦。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第一个是饮食的部分，就是他身为一个西班牙人，可是他超爱吃台湾的小吃，像什么卤肉饭啊、空巴本啊、排骨饭啊那些米搭面摊会有的东西，但那种东西是我完全都不吃的。他蛮适应台湾的生活，他很喜欢在这边生活，只是他就是嘴巴，他就喜欢跟他谈话吧。有时候会觉得说，哦，西班牙怎样比较好，怎样比较好，但他还是很 enjoy 在台湾。是啊，我爱台湾啊，要不然我不会在这里。对啊，我觉得爱台湾这件事情很难被定义。可是我觉得他住在台湾这么久，所以我觉得他是爱台湾的。对啊，只是毕竟他还是西班牙人。这是对的。边。明明觉得厨房很大，为什么今天看起来又好像很小的感觉？因为你们下个房子应该是搬到西班牙去了。哎 ，Who knows？ Who knows？ Who knows？明天怎么这么早？导演逼我们，本来要晚一点起床。这店是这里吗？高铁对。OK。这边上去。我们要去普里啊。回家啊。对啊。为什么？谁在普里？我爸妈在普里，回我爸妈家。我比较常回去，不过也大概1年三次吧。3、4次吧。3、4次吧。可是我爸妈很常来啊，他们都会来看我哥的小孩，大概1、2个月来一次。爱心，爱心，好气死他。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旅游。他就是宅男啊。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旅游？可以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看不一样的风景，看不一样的文化。很好，这个我喜欢。Right. So. 但是我也可以不用旅游，我可以看书啊，看电影啊，拍照啊，也是我的旅游。不是要离开国家，离开家的人住外面，我很难旅游，因为你只要有放假，你要回家陪家人。对。所以我很久没有真正旅游去玩。我以前在美国读书也有这种感觉，就会觉得，对啊，只要放假就是回家。上次回来普里是什么时候？没多久，好像上个月，是什么节日？就还好啊，大家在一起啊，就吃饭啊，走一走，打篮球。我爸来载我们。嗨。哎，那先放东西在后面吧。哎，妈妈没有来哦。这边是去我阿嬷家的路上。阿爸，你how far 都唔記得了。哦，唔記得咯，冇辦法講哦，一時咧，嗌尾啦，聽唔會講啦。哎，還是我去開門？哎，媽媽去開。媽媽去開哦。嗌本用看到冇？
你康错啦，不是讲七成，是听七成。我以为你是说你讲七成呢。没有了。我爸的客家话应该比我西班牙文烂吧？你喉咙怎么了？喉咙不舒服？今天天气还不错。喉咙不舒服吗？阿妈，阿妈，我是食你袂记得哦。你袂记得文安啊。平安啊。好秋嘞，好秋嘞。哦，这是我阿妈。很久没见的阿妈，也没有啦，过年才刚见。对啊，我们才刚回来。对，其实也是现在才4月而已。阿婆你也哈年哦？哈年哦。要那月哈年啊？董事长哦。啊？苗栗的。哦，苗栗咯。哦，苗栗哦，真的。唔是董事长哦，你唔是董事长诶？董事长是谁啊？董事长是阮阿嬷呀嘛。哦。阿妈，你足久无讲客话啊吼！我细汉时阵有听过你讲电话的时阵，你拢会讲客话。阿妈就有点紧张吧？对啊，然后可能突然那么多人进来，他年纪很大，他97有了吧？97、98。好像98。对，我觉得他神智都很清楚啦，只是反应力比较慢啊，或者是他的行动没有那么方便。他头脑都蛮清楚的，然后他就可能平常就只能坐家里，所以他有时候就会去公园看看人。所以刚刚我们就在马路边陪他看马路，这样。对。看了较无好手，较无啥会钱啦。对呀。还是因为你戴帽子？应该是我是不是我变帅？你是较缘投啊哈。你怎么要吃一个老人的豆腐？赶快去那个补一下。你早就假料，他今天超红的。我想说你也太红了吧？然后想说好算了，这个啦，这个是我妈。是的。对呀，是我妈。有像吗？哎，好久不见。哪有？有吗？过年呢？过年以后啊，在马德里应该跟台北差不多了，比较少人这样互动，除非是郊区或是比较像这样社区的地方，不然你在台北这样也很奇怪啊，人家会觉得你在干嘛？真的。我是天龙国。你是天龙国？你是西班牙的天龙国？完全没有加糖。没有加糖，就是牛奶跟素葡萄而已。这么厉害？对呀。素葡萄。对，这也是要刚好有啦。用这个杯子喝。你先把水喝完。你们也知道那个素葡萄，它是一个很好，它好像是中药，是不是？对，我好像是很重要的，对。不是人啊。不是中药，中药的中药。好烦的。来，请喝喝看，因为这那个刚隔壁那个印象是很不错，因为他就是有跟他讲话，主要是我们都很好沟通，因为我像我都不会讲英文嘛，像我老公是还好，不会讲英文啊，那他都可以讲中文，所以说很 OK 的，而且他又很幽默，好，就觉得也很不错，所以我等于是说心里不会很排斥啦，不会很排斥说反正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也是有他们的想法啦，而且我也相信你支持他的选择啦。要模仿上次的吗？要吗？对，出来一点，就是在左边，再多来一点。本来不知道，只知道他有在拍电影，不知道说他很会拍照。他说要开摄影，我才知道他很爱拍照。不过他有帮我女儿，他有拍那个婚纱照，那种个人婚纱，没有新郎的婚纱。我觉得拍得很好，蛮漂亮的，有抓到他的那个就是最美的一面吧。你谁啦？要往哪边？这边。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对。这样会好看吗？因为其实我跟艾丽哥他每一次接触的时间都不长啊，而且他也讲话就是像我太太讲的也是很幽默嘛，再来就是我觉得我对我女儿的眼光
或者是说他的看法、想法、决定，我是觉得是蛮肯定的。我到现在还会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人。我那时候就常常听到说，他每年都会回去看他爸爸妈妈。那这一点对我来讲就是有一点惊讶，因为我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西方人好像是他们是独立的。还蛮好吃的。西班牙拿筷子吗？只有我。只有你。我小时候看很多功夫的电影，那我把我们自己的菜，我接小饭，然后我自己用。其实每次回家其实也差不多了，就跟父母吃饭啊，吃晚餐啊，聊一聊啊，对，还蛮简单的，只是在一起而已。在一起就幸福了。所以你是2020年的1月回来？对。对。去年的1月。去年的1月。就是他除夕那一天回来。按照你的，我本来就应该去年2020的年底你也应该要回去。对啊，所以已经超过半年，快半年。所以你只有差一次没有按照你的惯例，一次没有回去了。对。哦。那其实就是说，看到这样子的场景，其实也会不会想念马德里的家人，因为爸妈。对，当然很想回去，可是肺炎就很麻烦。其实我父母当然每一年都叫我回去啊，对啊，他们也很希望我回去，但是他们也知道你要走你自己的路啊，所以最主要是你开心。我有拍3张，这一个是在总统府那边，所以有一点点台湾的感觉。然后另外一边我就把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跟另外一个路上。台北我觉得用黑白拍也是蛮有感觉。我觉得可能一般你走在路上，你可能因为现在大家走在路上都在看手机，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也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底台湾的街上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从他的作品里面，我就会发现，这个角落是这样子然后那个角落是这样，然后那个人在干嘛，这个人在干嘛，所以我觉得从他的照片反而蛮看出一些台湾的很温馨的人情味。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贴的，我还自己爬上去瞧这些东西，我就突然觉得，除了他的摄影作品之外，这个空间是我们2个一起创作的另一个作品，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跟着一个有梦想的人一起去完成他的梦想，好像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部分，这样子。没有 Lista 可能这个就帮不了，对，大家支持很多，就是很幸福。有人了解你要干嘛，然后会支持你，我觉得很重要。对。你可以眼睛先闭起来，然后你喊3，再张开。这样做，这样好。但是其实我真的是没有想过会嫁给外国人因为反正就是总之对外国人好像还是没那么放心的感觉。不过跟他结婚到现在，可能因为他也真的在台湾比较久了啦，所以我觉得他蛮了解台湾的一些风俗，他什么时候该要有什么样子，我觉得他也都算蛮配合的。我觉得可以这样就蛮好的其实台湾，我觉得中国来到现在，事业变化也蛮多的。这10几年，什么都发展了，科技也发展了，比较国际化。然后现在哪里都有捷运啊，有什么 U-Bike 啊，有什么多东西，看到国外的人也很正常了。对，但台湾对我来说就家里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强烈的感受，这就是我的家。对，很难形容。大家好，我还是 N 李哥。
我来这边已经超过15年，就是说我生命的一半，来得蛮开心，爱台湾，下次见。那个议会，我很希望你们把家庭的经营当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虽然上班赚钱很重要，但是营造一个幸福的家庭，我觉得也是更重要。要幸福哦。那个，跟你结婚4年了，那希望这4年里面你跟我一样开心。那在你的调教之下，我对生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跟认识。那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日子都一样这么好。